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伫非洲染病台上申请医疗专机，要回来到台湾治病确诊病例。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美军印太司令部海军小将要来访问台湾，有人认为讲是川想要刺激中国挽回选情手段。美国疫情已经超过1200万人染病，不过因上紧伫12月11有机会通好注到武汉肺炎疫苗。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伫非洲的台商。伊伫当地染病了后，病情煞变甲真严重，就申请国际紧急医疗专机，要回来到台湾治病。经过指挥中心的同意了后，也变做头一个坐专机回来个案。国内新冠肺炎第619例，是一个50多岁的台商，伊伫今年2月份去非洲加纳做生理，10月底捌接触过确诊的患者。11月初，伊计划回来台湾探亲，伫当地做采检。11月初5确诊，原本伫当地住宿做隔离，不过后来出现喘气、真喘、胸坎杂杂、甲发烧等等的症状。11月12去当地病院做治疗，不过煞愈来愈严重，申请国际紧急医疗专机回来台湾，互医生看有得到批准。11月20坐专机到台湾，入境了后就随上病院。有像台湾这边有完成国际紧急医疗专机转送国人返国就医申请作业。那入境后也即刻送医。那经采检通报，今天确诊啊。那目前是住院隔离治疗中。那病情有在改善的阶段啊。这是国内头一届有海外确诊的人入境，拍破指挥中心的规定，确诊的人袂当回来台湾。根据指挥中心的规范，确诊的人就要伫发病了后的2个月，而且已经无症状，或者是采检2届是阴性，才会当回来台湾。不过，这届考虑到加纳伫疫情爆发以来，当地已经有超过2000多医护人员去围着，当地累计确诊的人数嘛已经超过5万人，有323个人因为感染来死亡。而且台商的症状已经恶化嘛，差讲。指挥中心评估了后，批准台商回来台湾做治疗。他有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有呼吸道有插管。好，那再来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上面比较不佳哦，所以有因为这几个因素哦，所以他申请回国。指挥中心表示，台商坐国际紧急医疗专机，有专属的医护人员甲机组人员。班机到台湾了后，敢若过境无入境，因为安尼嘛无扣咧接触者。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今年台湾人申请国际紧急医疗专机回来台湾的有36件，申请的原因包括中风、甲呼吸道的疾病，也若新冠肺炎的是头一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刷落来秋冬防疫专案，伫12月初1就要来施行。若准台湾民众对外国要登来台湾，就要经过检验，无武汉肺炎病毒的反应才会当入境。不过，有台商认为讲，若准台湾人伫外国染病，煞无法度登来，这是违反着健保精神。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讲，破病就伫当地好好治疗，唔通登来造成国家的危机。那现在可以回来，如果他现在已经有症状，现在可以回来。趁16月初1秋冬专案就路前，特别着新冠病毒采检阴性证明的咱国民众赶紧登来。卫福部长陈时中态度真强硬，因为这个规定是为了要防疫，无要互秋冬第2波疫情扩大。也毋过国民党立委急急限制咱国民众登来有违宪纪律。于台湾地区设有住所而有户籍的国民，得随时返回本国。今天你说你们的法律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但即便法律未接，也不可以有抵触宪法。那为了保护在这所谓的移动里面的一个安全，和跟顾及到国内可能的医疗的整体的负荷，所以我们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至于合宪不合宪，我们可以再来跟相关的单位来做请教。顶日也有台商投诉媒体，接期陈时中过去捌讲过，希望下当将破病的咱国民众接回来好好照顾。即马却公布，阻止破病的人返乡的秋冬专案，等于是限家己的脆皮，拒绝互着病的咱国民众回来治疗，违反健保精神。部分台商批评无正道，也毋过也有部分企业家表态支持。多人跟我反映说，这样好像不近人情。在国外已经也是确诊的，那应该有另外一个办法，让他可以回国来医疗啊，不应该说他就留在当地啊，应该等同国人，让他能够回来台湾治疗。在国外你有确诊，对不起，你就不要进来了，你不能说因为国内
交了健保的费用，那这样回来的话，那这样的话，那是增加国门的危机跟国安问题啊。但是，中表示，若讲咱国民众伫国外无法度医疗，也是当地根本无对无症状进行体检，无法度处理证明者，其实也是会当登记转来，也毋过入境需要自费采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疫情好亲像有拖环头的趋势，日日增加11站确诊病例，而且最近2礼拜就出现7例本土病例。这7个人大部分拢是上海浦东机场员工甲配偶。中国政府也随对机场员工进行体检。另外，讲到香港在今仔日增加73站的确诊病例啊。中国上海浦东机场办公人日暗，上海市临时宣布对浦东机场上万名的工作人员透明进行核酸检测，为日暗继续到23透早，采样超过16000多份。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强调浦东机场内真有特殊，也毋过有网友伫推特上传画面，看到数百名员工伫一个空间客甲直通通，搁爆发冲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中国我2礼拜来的7个本土案例，拢出现伫上海浦东机场员工家己的配偶。上海市疾管中心药调结果，其中2例发病前14天无接触确诊个案，甲高风险族群，排除人传染的可能。感染源迹象为北美输入中国的航空货柜。曾经在10月30号共同进入并清理过一个来自于北美地区的返沪后的一个航空集装器。上海市疾管中心表示，经过基因测试发现，这2例的病毒基因数甲北美流行株高度类似，推测感染源是境外移入可能性悬。香港第4波疫情也继续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新增73例確診，有8例源頭不明。有53宗咧係有流行病學關聯嘅個案，其中50宗咧係嗰個跳舞群組嘅人士或者係佢哋啲緊密接觸者。連日來疫情增加主要原因是舞廳的跳舞群組，到23跳舞群組已經有135人着病，影響14間舞廳舞蹈教室，港府已經隨關掉各種跳舞場所。咁如果你去計翻，每一個人係需要做14天嘅檢疫，其實喺任何一刻咧，香港可能都係需要1萬幾2萬間呢啲房間嘅。我相信其實係會有酒店係會肯去做呢啲嘅生意。港大專家預期，新一波疫情源頭是入境檢疫者被探視者將病毒帶回社區，建議政府為入境者設立指定檢疫酒店。港府表示會盡速上機，指定酒店檢疫安排專車接送配套措施。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最近民眾上界關心的，就是美國豬肉明年就要開放入來啊！地方政府也攏開始定食品安全自治條例。不過，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在近來閣再強調講 ，CPTPP 在一個會員國全部攏會允准美國豬肉進口。加鴉片輸入業者鬥電話口號，新北市長侯友宜23閣再對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出招，甲新北市內18間鴉片輸入業者鬥電宣示，自願進口無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侯友宜也閣再要求中央愛講清楚，賣互民眾對美國豬肉進口充滿疑問。從源頭美國或是哪一個國家要進來的廠，如何查到像我們今天要進來的業者是哪些家？哪些不進來，每一家都要講清楚。檢視6都的食安自治條例，即陣包含像北台、中台南攏禁止萊克多巴胺豬肉，而桃園高雄市豬牛攏禁止使用。相關的文字呢，是在105年的時候，依據議會議員提案的法條文字進行增列。那當時提案內容就是成我們現在所立法的內容。因為他這一次呢有涉及到那個罰則，就是說如果你違法的話，會有裁罰8萬到10萬嘛。但因為涉及罰則的話，必須要行政院核定通過才算。而其他縣市方面，依照中央規定的有幾人彰化這5縣市，雲林宜蘭也是禁萊克多巴胺豬肉，無禁牛肉。同行送了一份自治條例送2讀，那我們在議會期間，只要議員們支持，然後我們有所共識，其實我們雲林縣也會把萊牛的部分加進去。跟所有的消費者報告 ，CPTPP 的11個會員國全部都允許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可以進口。
农委会注意，但集中强调安全稳准量之下开放莱克多巴胺猪肉就是安全的。即阵全世界有101个国家稳准进口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而且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牵涉产业发展、食安、国贸这重大议题，政府当然会对专业甲事实进行全盘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昨举行的秋斗大游行，有风声讲，伫游行进前，训练的检方有敲电话予要去台北抗击的猪农。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质疑讲，警方咧共施压，侵犯到人民的集会自由。行政署长陈家钦表示，警方是好意的，想要保护民众安全，也加强警官的教育训练。秋斗游行2日和平结束，也毋过伫游行进前，有训练猪农亚出19接到警方敲电话关心，敢是要上凯道，互猪农感觉纪律。23警政署长陈家钦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认为这期警方敢是咧查水表。陈家钦强调，是因为维护秩序，保护民众事先掌握游行人数。通的没有恶意啦。就是说，你们去问没有恶意？集会游行多少人？政署有下令全国各县市的警察局去调查有多少人上来游行，是吗？这个不必我们下令了，本来就是。所以有这样做就对。大家在资讯上会互相觉得他们要来集会游行，有被你们这个吓阻，或者是说被你们恐吓的这个情绪。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执法上面好需要来做加强教育训练的部分。先同仁在表达上会让人家误解。透露被查水表的猪农23电话关机非常低调，面对秋斗游行诉求反来的，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落台。苏贞昌回应，政府会详细听，收集各方意见，也毋过话一顿，爱国民党唔通去阻止。那我们也继续收集各方面的意见，整理，那我们都会自己来做盘整。所以我们也希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不要再主打让行政院长上台来对人民报告。如果你不来做国情报告，那只剩下公开辩论，能够让民众很清楚的了解为什么你要开放，但是民众也同时要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想开放。苏贞昌有说，就是让他来国会做这个询答，就是对方辩论。他不是蔡英文。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向蔡总统下战帖，要针对来的议题进行电视辩论。最近将会提出正式邀请。另外，秋斗反来的的声音加权对12月中立法院表决来的进口等9项行政命令，国民党有计高呼调民众伫立法院周边集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昨暗有一台美国专机晓伫上山机场，根据到外国媒体报道讲，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军舰的海军小将 Studeman。不过总统府甲美国迄边却不愿意来公平。就学者分析讲，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就是美国总统 Trump 想要来刺激中国方式，通好来挽回美国大选的局势。2日暗时，一架美国行政专机 C-37A 降落台北松山机场，机长人物身份引起各界议论。对此，咱国外交部甲总统府23拢无做说明。不过间接证实是美方官员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无讲到美国官员身份，不过强调好彩也伫后壁。基于台美的互信，我们不会透露官员是谁，那他们的行程是什么，那相关的议题跟行程，我们都不会证实，也没有评论。高级官员都互相互动，很多事情都要做准备，就像餐厅也要把它准备好，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卫生部长陈时中证实，指挥中心进前有收到外交部通知，不过美方坐专机伫台湾停留2天而已，即要落地时接受采检，符合防疫需求就好。外国媒体路透社指出，访问台湾的是美国2期海军小将史都德曼，属高战级访问。根据美国海军官方网站资料，史都德曼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军事情报 J2 部门处长，推出来台湾是军事交流合作。不过美国无评论，学者讲可能是川普最后一摆对抗中国，继续伫台湾议题加油。就算是他本人来的话，我也会觉得并不是让人很惊讶，因为现在这整个氛围已经成熟了。所以成熟的意思呢，就是说美中之间啊濒临断交，美台之间啊濒临建交啊，这种情况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伫美国专机来台湾前后，军事媒记录到咱南部空域出现 RC-135W 电侦机、P-8巡逻机这7架美国军机。23是由解放军运备反舰机出现在咱西南 ADIZ 边缘。美国前国防官员分析，中共军机接摄台湾的企图，是想要显示美国对此无能为力。
The level of military power that China is projecting over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right now, we should be extremely concerned. 对这摆美台官方的来往，中国外交部搁再表示反对立场，并且讲依照经济发展会做正当必要反应。记者宋夏报道。讲到进前失踪的 F-16战机，到今也是找无到。不过中国迄边所有人伫咧网络顶头放声放影，讲是飞行官走去投靠中国再找无人。现出局长表示讲，面对着这款的假消息，就是爱追查，才是彻底消灭假消息的方法。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也讲到，台湾正咧对抗假消息，而且也咧用台湾模式对抗专制势力。空军飞官蒋正治上校17暗驶 F-16战机伫花莲外海失去联络，敲碎行动还伫进行当中。不过有中共网军散布假消息，讲蒋正治投靠中国，降落伫厦门机场。蔡总统甲国防部拢出来反驳甲谴责。因来刑事局长黄明昭嘛强调讲，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侦办的程序。交代给那个9大队，如果是涉及到境外，我们有派驻警察联络官的会透过警察联络官寻求当地执法单位来协查。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方法呢？当然侦办是最好的一个遏制。蔡总统23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伫亚洲自由民主联盟第13届大会致辞的时阵讲，假信息已经成做专制势力的手段，对全世界民主国家来讲，造成重大威胁。因为台湾是徛伫这种攻击的上前线。We also have a Taiwan model in combating disinformation. That is a strong, confident democracy combined with informed citizenry is its best defense. The Taiwan experience is also a demonstration that democratic values are critical in this important fight against authoritarian forces. 顶日高雄一个男性伫咧人面册转达铺文，讲蔡政府部长级的会议，一个便当就爱要到7000块，防以违反社会特殊法上班。法院审理了后，认定无查证是无妥当，不过并无造成民众的惊吓，裁定免罚。目前国内大部分以社会特殊法第63条裁罚散布假信息甲谣言，若影响到公共安宁的人，会当处拘留3天以下，或者是3万以下的罚款。不过因为定义无够精准，查办假信息敢是有效果，嘛引起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新历正月初一要放假，高速公路局也宣布讲，对元旦当天开始会实行3天的管制措施。元旦连假的前2天，对于早起6点到12点往宜兰方向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正月初1到初3，逐天下晡2点到暗时9点，宜兰地区每一个交流道若准备往台北方向，也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速公路局也呼吁民众伫连假期间上好坐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提早出发，较袂塞车。讲到当日试营运的台中捷运日所发生列车烧接的连接器绳啊断去的意外，虽然有随停止营运，不过这件事故也变作是议会质询的焦点。台中捷运的董事长也表示讲，目前也当咧重新检测，也会找厂商来做调查。市长罗秀燕也表示讲，若准无问题，这个月30会搁再重新来新的试营运。台中捷运绿线列车在2日发生无正常暂停试营运，23伫台中市议会真侪议员质询的目标。所有的处理流程没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另外，事发当时虽然已经进入台中高铁车站上尾的铁基路，却是由总经理临时派人入去铁基路塞车，才法度排毒，根本是拢无安全性。所有人员在上面推车的时候，难道都不会有安全的疑虑吗？第二个，你在推车的这些人员里面有很多好像不是巡检人员或者机动员。议员注意，这台车厢试营运期间接走1000多撮，车厢中间半永久连接器牵引装置轴心就断去，车辆品质互人怀疑，更加凸显应变标准流程拢出问题，要求成立专案小组来调查。而中捷公司也说明，即阵除了这台故障的车辆，其他车辆也全面安检。另外17辆有没有类似的原因？我们必须把整个拆下来，再做非破坏性的一个测试。测试完以后再装回去，一样都要再跑一次。
中捷公司表示，长期的零件属美国原厂零件，根据传奇动工的讲法，进前无发生过。这摆零件属有8年大小范围，一般巡检是看袂出来。而即阵除了境外各种列车的留心以外，其他17台也伫进行非破坏性的检测。市长罗秀燕表示，一定会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接过来进行试营运。因为18辆车全部都要检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也因此呢，最快也要到11月底。我们不会为了通车而通车，一定要安全至上。罗秀燕表示，若是这18台列车的运转切切安全，上紧会在11月30恢复试营运。而正式通车是毋是在12月19如期进行，也等检查甲调查报告公布才法度确定。记者陈宏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全世界疫情。日本已经是连续5天，逐天拢增加超过2000人感染。南韩的部分是甲首都圈的防疫级数调到第2级。另外，讲到印度，因是变做无挂水安、无保持社交距离，连续3天拢增加超过45000人去感染着武汉肺炎。走路公车车头，四个拢是人，人甲人的距离无到1公尺。不管是汽机车驾驶也是乘客，四个拢是无挂嘴烟的人。因为民众无遵守防疫规定，互全球第2剂感染人数印度，那总确診人數衝破900萬人，更加連續3天增加超過45000人去餵着病毒。ये कोरोना केसेस बढ़ने के कारण ये आम पब्लिक है, आसपास आप जो देख रहे हैं ना किसी पास मास्क है ना कोई सैनिटाइजर यूज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प्रशासन कोई यहाँ कुछ नहीं दिखाई दे रहा। सरकार के चाहने से कोरोना नहीं चला जाएगा। 日本为2開始連續放假3天，加上定期各類活動，和觀光景點出現人潮，嘛互疫情繼續拖。當局統計，2日1天增加8例，有2168例，嘛是連續5天增加患者超過2000人，感染死亡人數嘛累計衝破2000人。而南韓2日新病例嘛有271例，敢若首爾、京畿道的首都圈病例就有206例。互南韓政府伫19以後，2、3個禮拜宣布升級包括首都圈這所在全路道的防疫警戒。 사회적 거리두기가 내일부터 2단계 또는 1.5단계로 상향될 경우 또 그리고 많은 국민들께서 이러한 사람 간의 접촉을 줄이고 마스크 착용 등의 방역 수칙을 준수해 주신다고 하면 현재의 증가세는 당연히 감소할 걸로 전망하고 있습니다. 包括夜店部分酒吧等有5種過路設施禁止營業，佮規定室內場所卡拉 OK 敢若會當營業到暗時9點，餐廳是暗時9點了後禁止佇餐廳用餐，咖啡廳是全面只會當要轉去食。 有的國家緊縮防疫命令，嘛有的國家放寬限制。澳洲為7月開始爆發第2波疫情了後，甲新南威爾斯州、甲維多利亞州的邊界封鎖，經過4個月防疫了後，疫情達到穩定。新南威爾斯州已經19天無出現本土病例，維多利亞嘛連續24天無增加病例，所以宣布當地2、3開始重開2個州的邊界，互民眾會當來往旅遊。同一時陣，維多利亞嘛為2日開始放寬掛嘴和命令。國際新聞咱是唐平玉。 講到美國嘅武漢肺炎確診病例，到今已經超過1200萬人感染，而且11月就增加300萬人。政府風聲講，武漢肺炎疫苗上緊有機會喺12月11開始予美國嘅民眾注射。不過，美國嘅防疫專家Fauci也講，接落來關門節假期，若準備就結掛，一定會變做防疫空棚。 在月份拢还未過完，美國嘅新冠病毒國有疫情爆發以來新冠紀錄，自7月到2日新增確診累計超過300萬例，敢若這3禮拜外嘅確診數就佔目前總數嘅1/10。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嘅報導，體檢量增加，驗過感染數佫較濟。 不過，因為過去2禮拜，全球疫苗研發小連續傳出好消息，美國政府疫苗計劃最高官員施勞威表示，希望上緊伫12月11就會當展開注射計劃。估計全美國2000萬人有希望伫12月份接受注射，了後每個月有3000萬人注射。We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stockpile vaccine doses, tune of about 40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of December. And equivalent or slightly higher number on a monthly basis
不过，美國國家過敏甲傳染病研究院院長福奇警告，在2月中到月底，無定就是2000萬人會當注射。不過，刷落來的感恩節假期甲耶誕季，若是未當做好防疫措施，恐驚互疫情變好進程會成惡化。美國疾管中心也呼籲，有數百萬人要登記團圓，這歡迎機往返成為君主，自身防疫教會，以免成為防疫的大空棚。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總統川普想要用法律手段來改變選舉的局面，不過2日聯邦法官駁回賓州假單投票訴訟。另外已經選調的拜登臨時會宣布頭一批內閣人員，要讓在咧要講國務卿的職務會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副國務卿布林肯來出任。美國主流媒體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報道，總統當選人拜登就要公布的頭一批內閣名單內底，最高外交官國務卿的職務會交予真有經驗的布林肯。58歲的布林肯出世在紐約的猶太裔家庭，1994年就進入華盛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會議，豆豆正做民主黨外交政策圈的核心人物。伊嘛做過拜登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時期的幕僚，在奧巴馬政府嘛做過副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甲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還有副國務卿。紐約時報分析，布林肯上任了後，優先的任務是重建聯邦對美國的信任，包括重新登去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子協議、甲世界衛生組織等等全球協議，甲多邊機制，重新打造美國的領導力。因若對中國的政策，布林肯7月份捌講，應該透過甲其他國家的合作，和中國改善貿易、技術投資甲人權的問題，毋是硬要愛各國佇美中之間選並徛。另外一個白宮上有權力的職務，國家安全顧問，按算交予43歲的蘇利文。因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是會交予非裔女性格林菲德。因若美國總統川普想要推翻敗選的法律行動，小連續失敗。喬治亞州驗票，確認拜登選贏了後，因為票數實在是差無濟，當局應川普定價要求閣驗一屆。毋過若要變盤是無啥可能啊。因若另外一個官司想要否決賓州幾啊百萬張用郵局寄的選票，這個官司2日嘛去互駁回。聯邦法官布朗在裁定書內底表示，在相關的訴訟內底寫真濟無價值，而且真勉強的法律論據，也有推測性的指控。川普的律師表示，當在尋求加速上訴。因若川普本人在 G20 的視訊峰會內底是繼續辯護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政策。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I withdrew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unfair and one-sided Paris Climate Accord, a very unfair ac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ris Accord was not designed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it was designed to kill the American economy. 俄羅斯的總統普廷是少數也未甲拜登祝賀勝選的國際領袖，伊2日表示，等所有的法律程序完成了後，就會向選調的人來祝賀。無論是啥物人選調，已經準備好勢要甲美國領袖來合作。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甲成員周庭，也有前主席林龍間，因為涉嫌佇去年6月2日號召民眾去包圍香港警察總部，認定因煽動民眾非法組織，案件佇今仔日佇法院審議。黃之鋒因3人承認所有指控，法院也甲因繼續收押。不過黃之鋒對開庭幫聽的民眾發聲講，希望大家是繼續堅持落去。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成員周庭甲前主席林龍間，23去西九龍裁判法院，因為因向控訴講，去年6月2日招民眾包圍香港警察總部，涉嫌煽動非法集結等等的罪。黃之鋒表示，3個人攏選擇承認所有控訴的罪。換言之，因為我哋咧係去選擇承認控罪咧，今日嘅案件咧係應該會直接跳過審訊階段，直接結案陳詞，甚至有可能判刑，亦都係意味住咧。其實我哋3人呢係有機會即時還押，面對住國安法嘅打壓、白色恐怖嘅來臨，即使我哋面對住監禁刑期，或者我哋有機會係被還押都好，我哋都唔會放棄。黃之鋒帶領抗議嘅民眾做伙發口號，要求警務處長出來對話，後來抗議愈來愈嚴重，唔但影響到交通，立法會休會，還佫包圍警察總部。周庭講，雖然有心理準備，不過也是感覺會驚。今日或者係不久嘅將來，係有一個可能性係要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坐監。當然，我對好多未知嘅未來，包括係嚟緊嘅判決，會有好多唔同嘅不安。但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有好多
或者比我哋犧牲得更加多嘅手足們、朋友們。周庭嘛呼籲外界繼續甲因聲援，包括去向拘留佇咧深圳嘅12個香港人，因人吳志峰等等3個人佇咧法庭認罪了後，就隨行還押袂當保釋，案件會佇咧12月初2宣判。因人吳志峰甲幫聽嘅人話講，愛大家經好調，嘛叫佇咧外口嘅人愛繼續加油。另外，22還佫傳出有2個香港區嘅議員王必武甲李顯龍，甲一個創作公司嘅前董事去互警方逮捕。警方表示，因串無製作假物件，包括報價單甲收據。假報選舉的開銷，欺騙政府補助，無排除會有更較儕人獲利。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澳洲西部的沙坡22發生沙魚攻擊遊客事件，警方攻擊民眾說是嚴重甲送病醫是救無回來，這是澳洲今年第8件沙魚攻擊事件。澳洲佫傳出沙魚攻擊人類事件，當地時間22早起8點外，警方接到通報，有一個55歲查甫人去互沙魚攻擊。救護人員趕到現場了後，將查甫人救起來，也進行緊急的搶救。不過最後是因為傷勢相當不治死亡。Police have closed the beach and got everybody off pretty quick. The ambulance came back up, but it didn't have its lights or siren on, so that's kind of like a bit of a sign that something's, not good. 事發地點是伫澳洲西北部的凱布爾海沙坡，過去遊客真介意，也真罕的傳出講有沙魚佇遮。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警方立刻封鎖這個海域，也派漁船來巡視。根據澳洲塔龍者保育協會網站的統計，今年以來已經通報23件沙魚攻擊人的事件，攏總造成8人死亡，9個受傷。其中今年一個查甫人好親像去互沙魚攻擊，到今嘛都無發現遺體。It's a tragic circumstance, a shocking circumstance. The people involved, no doubt, went through considerable trauma. All of our thoughts go to them. 而上近的一件沙魚攻擊人的事件是發生在今年10月，一個59歲查甫人在昆士蘭州北部城市去互沙魚攻擊。澳洲平均每年差不多一個人會互沙魚攻擊致死亡，今年死亡人數升懸，佫開始創下1934年以來的紀錄。1929年，澳洲一年有9個人因為沙魚攻擊死亡，歷史上界之。專家分析是講，氣候溫度變化，也加間接落雨會改變海流的流動，也加海水溫度，將有可能致死到沙魚刷到人類活動的海域。記者綜合報道。咱繼續來關心到咱台灣的經濟，台股佇今日盤中北起200多點，落尾收盤起161點，也因為資金攏走入啊到台灣，致使台股也擱再破紀錄。台股也影響到新台票換美金的匯率，本體有起3角外，不過落尾收佇28.803塊。畫面是幾片紅記記，無受到美國4大指數頂禮拜5收烏的影響，台北股市開盤無到1分鐘就起100點。第一連電起停，加上台積電、大立光等電子股的帶領之下，盤中捌起200多點，佫創下歷史新高，達到13900多點，指數一路行懸，中場大起161.57點，收佇13878.01點，因若成交的金額是新台票2349.95億。今天是台積電、聯電股價都非常的強勢，帶動整個的股價的大漲。啊，另外還有一些 IC 設計公司表現也非常的強啊。那目前看起來台股真的到14000，看起來應該是指日可待。除了台股有起以外，23亞洲股市嘛有袂歹的表現，包括中國上證指數收盤起1.09%，香港恒生嘛起0.13%，南韓股市嘛因為出口的數據真強，收盤大起1.92%，將做歷史上上懸收盤的水準。因若新台票開盤是28.82塊。對1塊的美金平盤開出了後，因為用錢溢入來，加上台股創新高，開盤無偌久了後，就起3角05，來到28.515塊。不過中場有起較少，尾手收在28.803塊，升達1/7。11月份外資的回流推升了台幣強勢，在外面流浪的台商回流的資金量是相當龐大。現在已經不是央行要不要希望就是說台幣不要這麼強，而是整個趨勢，我覺得短期間之內是不容易去阻擋台幣強勢的這個趨勢。另外，經濟部發布上新工業生產指數是112.74，創下過一個月的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10.73%。在百貨公司周年慶期間的影響之下，10月份小賣業營業額是3518億，年增加3.3%，創下這一年來同一個月的新高。
节庆年假加上百货举办周年庆的活动，人潮涌现，推升的精品、化妆品买气，将有助营收成长动能延续。经济部认为讲，年初逼出疫情了后，出现消费力延后的效应，按算大企业甲小企业营收会当愈来愈好。不过，空中厨房的营收因为受到边境的管制，也是会继续影响。也若这恐惊对餐饮业的成长会继续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会烦恼RCEP会影响到台湾的传统产业，除了进行着企业组团讨论转型甲升级以外，国发会主委蒋万兴透早也表示讲，RCEP 若看短是影响无介大，若准看长的10年之内就可能出现冲击。另外，台美经济对话所签的 MOU， 敢会因为美国总统换人做，就安尼就无效力。蒋万兴也强调讲，这 MOU 是政府对政府，台美合作袂因为换总统就安尼就来停止。22礼拜下晡，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国发会主委蒋明兴等人，甲9大产业工会面对面座谈，强调就花机械、汽车零组件、甲纺织等受RCEP影响较大的产业，将提出对策，协助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蒋明兴早起到立法院备询，也强调短期内冲击无大，不过中长期10年内冲击就会出现，需要超前部署，做好准备。加入 RCEP 没有对台湾的产业没有影响，为什么大家要加入？短期间，可能冲击不是很大，长期来讲还是有，所以我们要做超前部署。那个中长期要多久？明显的这个降税的程度大概都超过10年或20年了。所以这10年内，我们一定要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产业。进前台美经济对话签署一张效期5年的 MOU， 不过有立委是烦恼讲，美国总统川普落台了后，恐惊未来的台美经济对话会亲像体罚同款，无一个结果，甚至这个 MOU 的效力。这个签订的所谓的 MOU 在这个5年期的，尤其是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看守内阁这个状况，这样子的情势您这边的看法是如何？台美关系的对话就是政府对政府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机制会持续下去。因为进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明会积极争取加入 CPTPP， 台湾想要加入国际区域经贸组织，可能会阁遭受中国的打压。蒋明兴表示 ，CPTPP 加入的条件比 RCEP 更加悬，像政府袂使介入产业的营运，所以限制政策补贴。现阶段中国想要加入无简单。不过，台湾目前已经根据 CPTPP 的要求进行12项相关法规的修法，包括远洋渔业、邮政法、邮事法、农药管理法、农总8个法规已经完成修法。另外4项法规包括着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也甲所谓通信传播法，需要重新提案审议。另外包括着法律所谓劳工人权者，拢有可能纳入。台湾已经有准备了，要连接着国际法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2举办的秋斗大游行，照主办单位所讲的，参加人数有要到5万人。不过，所有真侪人是政党苦来的，也奉质疑讲本地真单纯的劳工游行，却变作是政治操作，和劳工的权益诉求规个走正去。各界对着这回秋斗游行，也拢有无共款的看法。22号的秋斗大游行，会使讲是30年来场面上大的一届。不过，几若个在野政党出现伫游行的队伍内底，诉求食品安全的问题。虽然救援声势，嘛互人批评讲，原地劳团为主的场，煞变做政治场。游行看起来虽然是说他们有照事前的约定没有上台啦，在一个他们人数多的情况之下，看起来他们的主轴已经变成这个反莱猪啦、挺中天啦，完全没有一个劳工啦、环保啦、其他的土地啦的一些个议题的一个彰显。有人认为游行原底要争取到劳工权益的诉求已经来变调，亲像土恒产业总工会就认为游行的主导权已经互政党来杀走。互人感觉失望。以后的秋斗都是以劳工或者是环保啦、土地啦、拆迁问题为主。任何的主流政党，如果他们想要表达诉求，请他们自己办游行。英国秋斗游行其实嘛有结合着护士过劳、学生贷款等等议题，就加落来发声，但并无像即摆，互人讲重点规个走进去。劳工甲社会运动的老前辈就认为，重点要是爱甲主导权画好条。其实我无感觉劳工唔通参加，嘛唔通去参加政党的，
我同时嘛参加民进党的发起的，我嘛应参加，唔是袂当啦。我认讲会当，但只不过你的主导权、你的数据唔能叫用食去，你要手斗本身就是劳工议题，爱上大声。对参与秋岛路团单位表达不满，国民党发言临时强调，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才会做伙来游行，绝对唔是要挂丢啊尾。嘛讲到未来会搁加强沟通讨论。民进党这边是维持社民党的讲法，强调尊重各种的游行集会。记者陈嘉文、周玉水采访报道。接落来，咱的镜头看到南投去。南投草屯的本所转运站顶礼拜五因为沼气所发生火灾，到今还阁伫咧泉水降温度。虽然讲目前有2个县市愿意协助处理本所，不过环保署也表示讲，本所安怎处理是地方政府爱做的，应该爱家己来处理。南投县环保局认为讲，应该爱甲本所焚化炉归中央政府管理，大家县市才会当来使用，才会当真正解决本所的问题。怪手一直伫卡要来降温，边仔水车也一直喷水，惊高温互火阁倒起来。南投草屯本所转运站这个月20，因为沼气自燃烧起来，几工落来明火已经控制啊，毋过归队的这个本所山到底要安怎处理？南投县政府甲环保署会勘想办法。县长林明晶表示，南投县内应该爱设焚化炉。先打包，然后呢，就沿有这个焚化炉来维修。林明晶表示，实施焚化炉才会当解决南投县本所的问题。除了将停建的草屯焚化炉整修，也已经有找到用地，希望中央补助设置。但是目前所囤的4万外栋的本所安怎处理呢？行政院中部办公室表示，目前有2个县市愿意协助。我们有2个县市愿意来接受，但是这个去化的去处的计划的封锁跟我们的环保局，然后我们会邀请环保署一起来协调，他们拟定这个计划。蔡培慧指出，目前大厅的县政府提出计划，不过南投县环保局是讲，目前南投县逐工生产的本数量是230吨，每工运出去化的量结果是敢若140吨，根本就无法度消化。虽然其他县市也有空间会当到处理，不过协调困难，使得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所以建议这个焚化炉是不是爱收归国有？不但有剩余量，但是不让你进去啊，也能够由中央来统筹来。收归国有，可以运作的非常简单呢。短期当然以环保署立场会尽量协助垃圾能够到其他的县市来协助，但是正如好像借人家厕所一样，天天去借，总有一天自己要盖厕所。环保署表示，本所处理依法是属有地方政府的权责，不过应该自主设立处理设施。南投县环保局是认讲，2004年早就已经规划，而且完成环境评估，公文续去予环保署拍倒转去。中央应该协助地方解决本所的问题，而且爱先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花莲万影响红叶部落的地质开发案，部落居民认为讲，地质是部落共同的资源，不怕业者无摕到自相同意权，就先头挣地。对业者的抗议也超过半年啊，认为政府拢无伫咧重视，在今仔日因就达到县政府头前抗议。为着要表达坚决反对地质开发，花莲嘛影响红叶部落的族人特别前往县政府的广场来抗议，因为开发探证所产生的震动甲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生活。嘛，拒绝手上要伫12月份举办的说明会。重点就是要厂商立即停工，因为已经造成我们部落现在人心惶惶，而且造成部落的撕裂。我们就是不要地热，你还安排什么说明会？这间水电的倍数落地地质开发公司，伫咧5月份向县政府申请探证，说利用7月份一场地质节时间说明会的族人签到来伪造部落已经同意开发，送交县政府比查。不过县政府强调讲，目前干那探证还未开发。地热开发它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程序来申请。他们在做前置作业啊。前置作业他要做一个评估，他有可能他没有地热开发条件，他未来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不过这个部分现在就已经是造成部落的困扰。针对族人指控业者伪造文书的部分，县警察局长是下令侦办。伪造文书就是包括伪造署押嘛等等，我们会把它理清。麻烦在你们再配合我们，对。因为自救会希望县政府会当予因一个回应诉求的时间，但是代表接受定情书的建设处是无宽限。族人强调讲，地热是属于部落的共同资源，无论敢是私人的土地，都应该尊重在地，无排除去总统府头前抗争。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屏东的邦寮有一个石头营，是二战时期日本兵的军事遗迹。当地文史团体也向县政府提报文化资产，希望会当把这个石头营保存落来。在今仔日，县政府的文资委员去到现场勘查，民众也认为讲，这款古迹应该爱保存，袂当摕来去太阳能发电。撤出二战石头营！撤出二战石头营！抗议！邦寮玉泉村的村民伫个工地外口大声抗议，因为等无3位县府文化资产保护委员，加在3个人落尾，要是出现勘查，因徛的所在，就是民众怀疑被迫害的炮台顶面。因为你看伊的死有性啊，吼，伊不但代表台湾的唯一，甚至太平有战争的时阵，已经无遮尔大，无遮尔迄个大量完整的要塞。有达到60位。日军50军团起的这个石头营有80栋的历史，范围包括邦寮村里等等有100多公顷。研究石头营的民众发现，遮有业者施工，按算要起供电厂。顶个月因赶紧提报，县府下令停工评估，业者煞继续施工。屏东县政府的文化处来处理这个石头营的文化资产，要积极一点。不要让厂商已经把它整个施工完成了，才要来做审议的程序哈。我们怀疑那个县政府是那个有意的那个掩护。我们基地里面没有破坏任何的遗迹，我们一发现了我们就立即停工。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绕道而行，就是已经发现了2座的这个结构物，我们希望借由一些绕道的方式能够避开它。业者解说，因即马做的是水土保持，唔是施工。不过提报的民众认为，石头营真完整，而且内底阁有2种台湾珍贵的夜婆，未来嘛会当发展观光。石头营敢爱保留，文资委员阁爱分阶段勘查，才会当决定。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屏东报道。铁轨路做电气化工程了后，台东港山里的旧棚款，希望会当重新再利用。23避南乡公所就向交通部提出活化山里旧棚款的计划，变作是脚踏车道加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会全力来协助。代替的山里车站只能停通勤的电车，不过却是观光车站，游客徛伫月台伫翕列车通过。不过山里车站真正伫山内底，较歹到位也无整体规划。如果有需要变观光的话，要有一个规划。最近台东县避南乡公所提出一项6亿9千万的国际级铁道地景工程计划，规划利用7年前东山铁路电气化列车改行新起的山里棚坑了后，留落来旧山里6个棚坑，全长5公里的所在，要打造有灯光导影解说的脚踏车道加人行步道。棚坑外口嘛要兴建景观步道，应欣赏二级屋地地质公园，贯通台东山海旅游路线。一直往北的话，到鹿野的话，我们可以接197线道。那197线道它可以到池上，另外一边可以到台11线，所以是山海可以连线的。23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山里火车站听取规划案件，认为这项计划应连接明年后年推动的脚踏车加铁道旅游年。加上疫情了后，国际观光的主要计划会全力支持，全力来支持啊，加速来推动。好，那本身有很多单点都具有国际级的水准哈。那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好，那就可以走上精致旅游，哦，这个也是我们疫后观光要推的一个方向。不过观光局认为经费伤衰，可能需要分段进行。不过林佳龙指示，避南乡已经入选2021年观光局重点修订，其中有个机会利用旧棚坑推展国际观光，要求随启动棚坑结构安全检查甲可行性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故宫即马正在举办女性形象再艺展，选出5个朝代隆重71件作品，要让民众了解多家时代女性的才情。这是中国元朝女性书画家管道升用楷书、行书、草书3种字体写的批信，来卖单位这张批信，看到中国古代记出来传统。在信封的下面就有管道升的签名啊，就是管事道升。道升这2个字的后面刚好也盖了一个印章，叫赵管。可见在元朝的时候，那女性冠夫姓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习惯了。
这边的女性形象在艺展，各奖整理出为宋朝到清朝古代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为作品中嘛，当看出当时社会风气对女性的影响。毕竟就是女生比较少出门，所以他们画的山水或者画题材可能就会山水题材可能比较少，外面的景比较少，可能会是闺房的或者是小景小物呢。展览也有选出无共朝代以女性为主题的创作，表现出无共时代审美标准的差别。像700-574公分等的作品，就是来自明朝画家张英对女性的观察甲想法。里头就是描写画家对于汉朝宫廷嫔妃的一种想象。不过，因为画家本身是明代的人嘛，所以呢，在这件作品里头也传达出仇英对于明代女性的观察跟展现。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展览，和民众用新世代的立场角度，进一步了解古代女子的处境甲心声。同时嘛，安排系列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分享女性形象代表的文化意涵，期待大家用开放的心态讨论，和社会中的性别关系更加和谐。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南投德山的秀林国小有一团是德乐团，因利用在地德乐做乐器，今嘛是世界级表演，咱做伙来看。教室内底传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现场的囡仔兄、囡仔姐对老师的节奏，正在练习共用德乐做的乐器。因是南投德山秀林国小的学生组成的德乐团。乐团内底大细汉囡仔拢有，而且常常是高年级的阿兄阿姐带拄入学的弟弟妹妹做伙练习。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点困难，都是学姐帮我们练习，在表演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很常出去表演，表演的时候很开心，虽然很紧张，台下很多人在鼓掌。南投德山因为过去4颗梨仔有大片的德拿，所以才号名做德山。德山秀林国小就利用在地的特色，成立德乐团推广德乐器。唔通看这寡学生囡仔咧演奏，那亲像真简单。要甲德乐讲好有声，确实无困难，但是要团结演奏出一条歌，就要经过真久的练习。你讲的粗甲幼，讲到所在是空心的，也是节拍的德目。甚至连德啊、彩德的，也是欢喜的声音，拢会完全无同。所以，这群学生囡仔逐工拍拼练习，出国表演嘛，拢真受欢迎。在发展我们的族音乐的特色，让它现在跟12年课纲一样的，能够变成它的素养，以我们这个做点，它再慢慢的再延伸出一线。我们希望以这样来带动竹山的文化特色。其实成立这个德乐团，不单单是利用在地有的物件，创造学校的特色尔尔，佫开始想要训练学生团结的精神。有一寡囡仔自细汉就知影，三人若共心，乌土变成金。就算是无听捌的德讲，做伙演奏嘛会传出美妙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东港的海滨国小创客团队，学生囡仔动手制作雷射雕刻，也结合在地海洋文化，互学生囡仔会当哪做哪学习。一只高一只无共设计旁船，专上雷射雕刻，甲插板刻做大小零件组装，互囡仔人发挥创意，做出属于家己的旁船。阁有专家指导雷射雕刻技术，大人甲囡仔是听甲足认真，目睭拢唔甘眠。它的距离都测试好了，它走一下它的边框走完了，确定我们就可以进行做雷射切割跟雕刻的工作了。囡仔人专心一致，斟酌思考插棒零件要安怎组合，才会是家己心内意爱的旁船。有家长斗3工帮助囡仔实践创意，这是东港海滨国小的营队课程，让囡仔人哪做哪学习，培养能力。这次很高兴可以参加雷射雕刻帆船组装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组装的就是很快，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希望下次如果还有这种活动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参加。这个课程看起来很有特色，那想说带小孩子来多体验一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教学的东西。创客教育强调囡仔人动手制作，也是鼓励囡仔人创造家己的特色。海滨国小开设营队，配合海洋教育，让众人斗阵参与动手立北东港。
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5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日时间咱再会。